上古皇石的药鼎，连龙焰都能抵挡得住，怎么一点兽火就炸？您刚才没听见呀？小店里买的假货。看来我们今年真的要把这个第1名给这个魂族的少年了。没想到，坚持到最后的竟然是魂族的人，这笑话可是闹大了。再给我来一块，再给我来一块。这小子有点意思。快没有时间了。这上面也有异火。如此年轻，就能吸收异火，萧家真是不简单呐。谁知道他使的什么妖法？他的斗气早就烧干净了，我看要反噬。看，要留住异火。是啊，这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火？痛快！李长老，我几十年不喝酒，今天晚上我们要大喝一场。定当奉陪。今天萧炎呐，可给我们长脸了。良火齐出，哇！
吓死那魂族的了。嘘，安静点，安静点儿。哦，萧炎打坐呢，他是真累了。我从来没有见他这样过。大家让他休息会儿，行吗？对，你说吧，就我们这帮被淘汰的人在这儿庆祝，该庆祝的人在那儿打坐呢。明年还不知道出什么变态的题目。对啊，想起魂族那小子，我就浑身不自在，身体啊像被虫子爬过似的。别碰我！小燕哥哥，小燕哥哥，小燕哥哥。我的鼎呢？还我！鼎啊，鼎被我用火烧炸了。胡说！那个鼎是上古皇石所制，连龙焰都能容纳，怎么可能受不了异火啊？你在眼皮子底下被人做手脚都看不出来。哎，啊什么啊？韩风那个孽障，他用阴劲儿，早就从里面把皇石给震开了。就说，不是，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提醒我？他当时就在你面前，我提醒你，我是有多想见他，我怕他找不到我啊。也对啊。再提醒你一句，把兽火和异火结合，在纳戒里你做得到，不代表你在外面也行。万一你控制不好，爆了，你、我，还有在场所有人，都死无葬身之地。要时刻为身边人着想，才不辜负了你一身好本事。记住了。特别好看。都给我站起来！你们找谁呢？圣旨下，未听圣旨。监察迦南学院长老米腾山入宫行刺，负伤逃窜。全体居民协助缉拿。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听清楚了。那边的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小燕哥哥，小燕哥哥，醒醒！小燕哥哥，醒醒啊！再让你拿斗气当柴火点，现在连进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吧？再怎么样，也不能认输。输了，有辱师门。贫嘴！那个范灵啊，我仔细观察过了，他年纪虽小，却已经是血宗里的精英。他炼药的方式跟其他人没有区别，只不过技巧熟练，至少不少于10年的训练。而且，他的斗气修为，绝对不会比他的炼药能力差。哼，师有反常即为妖，血宗跟魂殿的邪术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你要格外小心。至于他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来参加比赛，你最好赶快去查一下。你们看见米腾山了吗？没有。你们听着，米腾山是刺皇杀家的逆贼，你们若有隐藏，斩！长老刺杀皇上，这绝对不可能啊！
那怎么回事啊？喂，今天比赛结束后，你们谁见过藤山长老？我没见过。没见过。你呢？没有，我也没见过吗？没有，没见过，真没见过，大家都没见过。怎么回事？萧炎哥哥，你可算醒了！外面有好多人，好多官兵。哎呀，太好了，你总算醒了。外面出大事了。怎么了？那官兵都找上门了，说藤山长老刺杀皇上。怎么可能？真的，都宣读圣旨了，说抓到重赏。你不说着就斩。今天大赛完了之后，你们谁见过藤山长老？没有。李长老，你来了。没想到啊，你也陷进去了。今晚7个血宗高手围攻，竟然还能让你逃掉？哼，你的功夫见长了。所以你就发出了通缉令。我想不明白，让你背叛了我们所有人，甘愿做黑暗势力的奴隶。你告诉我，让我死个明白。我一生炼药，但有一种病，是我永远也治不好的，那就是死亡。那又如何？人终有一死。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缓慢地死去。权力、地位、才智，都抵抗不了这种折磨。你真是鬼迷心窍了。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得到了什么？不过是苟活、偷生罢了。藤山，你不是我，你不会懂的。1000年了，斗帝的骨头都朽了，可是魂灭生呢，他还活着，并且会一直活下去。这难道不值得我去交换吗？哪怕做个奴才。哼，做奴才有什么不好？可惜你太固执了，恐怕连做奴才的资格都没有。近日，法马国师身体欠佳，委托我们来主持第3轮比赛。就按照说好的办。下面我宣布，进入决赛的是迦南学院的萧炎和魂族的范灵。你们2位要在规定的时间以内，自由地选择药材，配置一颗毒药给对方服下，然后再根据自己中毒的情况，给自己配置解药。期间我们裁判不会出手干预，生死各安天命。怎么样？有退出的吗？何长老什么意思啊？这是在逼魂族的人退赛吗？萱儿妹妹，你对我真好，
我刚才跟炼药师大会的守门人软磨硬泡了好久都不让我进来，我只要跟你说一下，你就把我带进来了。怎么样，衣服合适吗？我一个女同学正好拉肚子生病来不了了，我就把校服给借出来了。大是有点大，不过还行。多谢薰儿妹妹。叫我薰儿就可以。你是我相公的妹妹，自然就是我的妹妹。以后在整个银城，我罩着你。这是今年炼药师大会呢别出心裁设计的一项最刺激也是最有暗黑精神的这一项赛程，那同时也是我们的第3轮比赛。对。哎，那要是在这个比赛途中发生了生命危险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呢，在比赛之前都会签上一份伤亡免责声明。选手在服用毒药之后啊，在不了解毒药的情况之下，用自己的身体迅速感受毒药的成分，并且炼制出解药。如果不成功，不仅仅是认输啊，更会有生命危险。设计这样一项赛制，是不是太残酷了？我想这应该是追慕当年的先祖神农氏吧，为斗气大陆尝百草服百毒，创建了炼药师行业的英雄行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啊，一定要有足够的牺牲精神。他要去体会被治疗者的痛苦，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的提高。比赛正式开始。魂草和黑山芋搭配朱砂与鹤顶红，这是什么药？2种剧毒，2种解药。
哥哥，别吃，认输算了。相公，你别吃呀，薰儿妹妹，你看着我干嘛呀？看比赛啊！真是自作自受，带她来干什么？啊？薰儿妹妹，你刚刚说什么？我说过什么吗？哦，我听错了。魂族那个家伙用的是黑铁灵木、玄龟甲、汉呼绿，药引子是心头血，前面3个我都可以解，他的血我就不知道了。是什么？他身上还有另外一种毒。那不是毒药，那是萧炎那小子在犯坏，用兽火在烧他。看来今日肯定会有一人暴毙在此。笨手笨脚的，别把我的好酒给洒了。药老，今天炼制丹药，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还行，治个头疼脑热还有点效果。哪有问题？
这么简单都能练那么久，还好没拜我为师。我要是用异火呀，我也能做出来。你不是有兽火吗？干嘛不用？叶老，我这个兽火呀太刚猛了，这一般的鼎啊根本承受不了，一会儿就炸了。那个，要不您借我一个鼎吧？不送。哎，别啊，药老。那个，药大师，药爷爷，您跟我较什么劲啊？是不是？我要是输了，您也没面子。有点道理喂，以后别像驴子一样跟我叫啊，弄得我很难受的。你倒是二皮脸一挂，说自己是个小孩子，这件事就过去了。你娘当年都不敢跟我这样。我娘她以前……喂，我不说了，我真的不说了。药老，您这也太过分了吧！您好歹也是天下第一的炼药师，您就挑一个地摊货给我。不要是不是？不要还我！哎呀！今天那个魂族的范灵，用的都是血宗的功法，还有上次那个范老，所以血宗到底是个什么来路？血宗是一个很古老的宗派，也是魂殿的爪牙。他们专门修习通过侵蚀血液来控制别人的法术。自从魂灭生被封印之后呢，这个血宗也就随之消失了。但现在血宗又出现，应该跟他脱不了关系吧？这个我知道，之前雷兄他们种的也是这个。只是有一事我想不明白，血宗为什么只派范灵一个人来？或者是后面有援兵，还是只是单纯的投石问路？魂殿的人呢，为头领马首是瞻，只要上面人发令，底下人可以不顾一切，豁出性命去干。哪像我们这些正派人士啊，只会窝里斗。就算魂殿阴谋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小远哥哥，加油！加油！好。哼，萧炎兄弟啊，哼，没钱也不用这样吧？灰不溜秋的，哪儿挖的？去！唉。评委团检查选手使用的药鼎。古族的孩子，是。黄渊鼎，这可是很久没见了。这是黄石吸收上千年日月精华变成的药鼎，
堪为神器。真的？上古黄石，好东西。你哪儿得的这个？在一个小店里面买的。你炼药的功夫，跟谁学的？家父。斗气大陆，才有炼药之术。魂族居住在方外之地，竟也有炼药之人。我们魂族人也有头疼脑热、生老病死，大师何以见得我们就不会炼药呢？好，以你的资质，未来不可限量。小年纪，何必把命丢在这里？赶紧弃权离开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我们魂族人也有炼药术和炼药师，免得让那些自以为正统的人看清我们。分药。黑铁灵木，我终于见到真的了！哇，这提炼步骤和其他药物都一样吗？一样。这黑铁灵木提炼出来的灵液是风行丹最重要的原料。听说这风行丹吃了以后，可以快速提升斗气，让服用者的速度在1个时辰内提升4倍。不过这黑铁灵木的灵液十分难提取。天哪，这难道是异火？这火虚弱不稳定，想必是借来的。从炼药师的角度来看，这孩子确有资质，但是古语有云：“芝兰当道，不得不除啊。”您是爱财的人，心中自有不忍。这样吧，这些事情还是交给我们去办吧。哎，且慢！他既然敢来，肯定还有准备。我看，还是静观其变吧。藤山长老，您这是妇人之仁。国师，比赛完了之后，咱们俩聊一聊。完了，斗气用完了。雪儿，你怎么样？这木头就算是铁做的，烧这么久应该也化了吧？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只是学生，就这点斗气，这帮老家伙想整死我们啊！赶紧回去打坐调息吧。
香烟哥哥，我也不行了，我去后面等你。去吧。没事吧？这爹呀，身体不好，你们先回去，有什么话，我帮你们带到啊。行了，你就别摆什么大哥架子，不是，又不是你一个人呢。哎呀，是啊，你看看你，咱们尊你声大哥，哎，你分遗产，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留点山儿吧？你们说是不是啊？爹这病，听说是用了异火治好了，这怎么又得上了？哎，记得上次还熬了好几个月呢，这会儿转眼就要咽气儿。哎呀，你看，大哥，这不能这样吧？这听书唱戏也没有这么编的。啊，你看看，哎，你说你往这一站，挡着我们哥俩，让那黄毛丫头进去，爹要是一咽气儿，哎，这朝谁来保？这遗产怎么分？这后事谁来安排呀？你这两眼一抹黑的，你这还当大哥呢？这也是爹吩咐的。哎，你们再等等啊，一会儿爹自有安排。什么安排什么呀？哎，真有安排，行，真有安排，你就让我们进去吧啊！哎，别进，老爷，别进，让我走进去。哎，老爷，爹，哎，你儿子都在外边候着呢。是啊，哎呀，爹，你们小点声。哎呀，行，哎呀，老大，啊，哎，你挑头，咱们哥仨进去。这儿子哭爹，这可是天经地义。就是。好了，听我的，听大哥的。二叔、三叔，爷爷让你们进来。赶紧的。进。进去。爹，大家都担心您的病情。是啊，您看上去可好多了。坐下。纳兰家第19代族长位，我传给了嫣然。啊，拜吧。爹，他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啊！爹，你糊涂了吧？这些年可都是我跟着您挑血宗、斗魂殿啊！我半条命都扔了，你现在让我拜他，哼！我这条腿啊，当年让血宗的混蛋抓了一把，中了毒，我自己砍断的。要想让我拜他，先问问我这条腿愿不愿意。我身上的每一道伤都是为了这个家，而他，一个黄毛丫头，从小在蜜罐里长大，连魂殿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你倒要把族长传给他。哎呀，老二呀，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啊，你这都是个废人了，还说那么多干什么？嫣然是爹糊涂的时候立的，这叫乱命，不用去遵守。我一世英雄，怎么会生了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行了，爹，别演戏了，把后面的事呢交给我和老三，我们保证好好哭，好好喝。八成是怎么都来了？这8个人是族长的铁卫死士，以后就归你统领了，嫣然。你们2个若还是执迷不悟的话，那就陪我一起走吧。爹，你是说你要杀了你的亲生儿子？你疯了吧，爹！千关从门出，齐家好兴旺。父死子还在，孙在，族乃亡。天底下哪有不死的人呢？
新的族长已定，我再替他把路踩平了。纳拉燕拜见19任族长纳拉嫣然，愿其血誓。愿血誓。愿奉族长之命，守卫族群，力抗外敌，以身为强，以骨为剑，以血为食，不死不屈，苍天可见。如有二意，视世为奴，用堕魔境，行除息。起来吧。族长，您休息。爹，您老歇着，我们哥仨在外边候着啊。走。爷爷，爷爷。我好累。爷爷，他们都出去了。唱首歌，送我走吧。好。我有骏马，与你同骑。驱除黑夜，风霜雪雨。我有长剑，与你同仇。纳兰家不会亡，千里万里。我阴魂不散，也会召集5大家族的亡灵。我有双魂殿，扶摇天际，云端之上，日月倾移。别着急，这好戏啊，才刚开锣。出云帝国财政大臣前来吊唁。云岚宗弟子前来吊唁。迦南学院长老米腾山前来吊唁。哎呀，我的爹呀！
我的爹！等一下，等一下，过来，给老爷子报哀的奏本什么时候进的皇宫啊？回三爷话，4更时分。你在皇宫里边，皇上是怎么说的？大声点儿！皇上说，纳兰家族的事情还没有分辨清楚，后旨。听听啊，听听。哎，老二啊，你哭错了。这老爷子死得蹊跷，族长之位又立得糊涂，一个宰相让个黄毛丫头当了，皇帝他老人家都不乐意啊！啊，老三，昨天我们3个磕过头了，你现在怎么这样啊？我磕头了吗？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哼，纳兰家4世3公，世代都是帝国宰相，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世事分明啊。可是现如今，老爷子他走得匆忙，他临死时糊涂立了个黄毛丫头，这皇上不认，这外边的朋友能认吗？若纳兰家因此而根基动摇，遭人耻笑，怎么还能当天下的表率？我看呐，哎，别哭了，别哭了，咱别哭了，首当其冲，选个族长出来才是正经事儿，这是第一位啊！选个族长出来。对，啊、我支持重选族长。重选族长。哎呀，重选族长。吵什么呀？你别管，你重选族长。子驾到！节宫中体国，为我出云帝国之栋梁。今日大行，朕实心痛。这样，天下不就太平了？是。今天是我私自出来，过几天我有事找你。记住，你欠我一个人情。藤山长老，你来送纳兰杰一程吗？是。甘冒奇险相救，又不计前嫌，我对你甚是欣慰啊！大丈夫恩怨分明。纳兰杰虽曾欺压我家，但也曾力抗过魂殿，是个英雄。藤山长老，你现在是纳兰家的族长，也是帝国的宰相，务必自己小心。告辞。哎，等一下，谢谢。你该谢的是严萧，不是我。爷爷说，他很后悔当初上萧家退婚。是吗？他说，纳兰家没有成才的男孩。是啊，纳兰家没有，你们曾经认为萧家也不会有。萧家受的那些侮辱，我不会忘记。3年之约，我也不会忘记。
你就好好待在云岚宗等我吧。是啊，这个道理，纳兰家现在才懂。爷爷他很羡慕萧叔叔。羡慕我爹？羡慕他什么？羡慕他自废斗气，羡慕他妻子蒙受不白之冤，还是羡慕他儿子被退婚被当成罪人的后代？你根本什么都不懂。纳兰族长，萧炎受不起你的气。好，3年之约，我等你。昨天晚上有人来杀我，是血宗的人，他们不会放过我，也不会放过你的。银城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汇风合唱，今天晴转多云，今天阳光灿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炼药师大会。炼药师这个行业就厉害了，在斗气大陆来说，比普通的斗者地位要高。哎，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这个俗话说呀，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就是话说，这个斗帝当初就有一颗虫牙，然后疼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一气之下就把魂灭生给镇压了。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呀？你能不能按原著了？我都没听懂，不好意思啊，见笑了啊。接下来我说的这个才是正版。炼药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职业，他们扶危救难，急公好义。这个行业的传统就是帮助斗者冲上巅峰，帮助弱小解围救难。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不但要拥有斗者的天赋以外，更要有斗气化火的能力，对药材识别的能力，火候掌握的能力，尤其是拥有那些神秘丹药的特殊配方，那更是这个行业的实力保障，这就厉害了！掌声鼓励一下！在这个斗气大陆上，能不能成为一个一流的门派，首先要看这个门派里有没有自己的炼药师。对，现在向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5大家族中实力最强、弟子最多，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宗门——云岚宗。宗门的老宗主云山很有先见之明，他寻遍其人，培养了自己的炼药师古河大师。哎呀，这个古河大师就厉害了，古河大师素有丹王之称啊，对不对？对，他也是斗气大陆上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现在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星陨阁，他们是5大家族中最有潜力，也是最低调的一个队伍。要说最厉害的，那还是我们迦南学院的同学们，掌声再次鼓励一下！哎，现在会场上走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对，他就是出云帝国国师、炼药师公会第1人法马大师。今天太热了，我这从马车上出来，觉得像下火一样。你们学院有什么好苗子没有？有几个学生还不错。那位是萧炎，5大家族萧家的后代，
从小知药理，重火候。旁边那个叫韩贤，是古河长老得意的门生。别看他年纪轻轻的，现在在学院里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炼药帮派。还有那个白衣少年，他叫昊天，出生于采药世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不认识的药材。藤山长老如此夸奖我们的学生，就不怕法马国师笑话吗？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好，通过这个比赛，能够穿上炼药师的黑袍，回去也好鼓励新生。萧炎，萧家的人，对，就是他，就是他娘，当年害死我师傅。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一抹脖，还轻轻松松就不承认，我就不明白了，这5大家族怎么出了这么大一个叛徒？怎么就没人多问一句呢？韩长老，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母亲是母亲，儿子是儿子，别说没有定罪，就算是定罪，也不能祸及后代吧？你是善良的人哦，我是怕将来养虎为患。启禀法马国师，外面来了一个魂族少年，想要参赛，是否许可？我怎么不知道有魂族的人参赛呢？我下去将此人赶出去吧。慢，魂殿是魂殿，魂族是魂族。既然来了，就请他进来比赛吧。国师真的是善行天下呀！在下魂族范灵。这就是魂族的人，就他一个人吗？来送死的吧？那倒未必。他既然敢来，就一定有后手。我们大家小心一点。有什么可小心的？他是魂族的人。哼，要是他能活过今天，我输你们，每人一顿饭。那你可输定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傻到自己来送死的人呢？这会不会是魂殿的一个阴谋，把他一个人扔过来送死，然后大举向我们开战？魂殿要和我们开战，还需要理由吗？昊天啊，等会儿请吃什么呀？你怎么就认定我会输啊？那可说好了，我们4个一人一顿。哎。怎么了？这双眼睛，我在哪里见过？大家听我说，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们在学习斗气大陆光荣历史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分清魂族和魂殿是两码事儿。魂族里面呢有一些小坏蛋。这个小坏蛋呢，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在魂灭生的挑动之下，才组建了魂殿。刚刚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这个参赛选手啊，他是魂族的，不是魂殿的。这也是我们斗气大陆上千百年来第一次有魂族来参加这个炼药师大会，对吧？对，这充分表明了我们
博大的胸怀，文化的自信，还有我们有这种包容性，对吧？对，真是一个空前盛世啊！对，斗气大陆万岁！斗气大陆万岁！大陆万岁！现在我宣布，本届炼药师大会，萧炎，他不用炉子还能炼。你看那个人，斗气深不可测，他是靠斗气加稳的。这是魂族的手法。喂，你自己结束就好，你还捣什么乱？再给我一份。谢谢，成了，成了。说好的8级纯度呢？我这是保存实力。我们都结束了，你还没开始呢。我快了。你们看那个魂族的少女，她的斗气可以控制到这种程度，真的有点吓人。绝对8级啊！8级，8级可不够。变了，哎，变了，变了，哎。萧炎，你可以。把萧炎的给我。萧炎的在这里。初选赛第1名，迦南学院萧炎，纯度10级。博士，您再闻闻这个。
第2名，浑族范灵，纯度9级。第3名，迦南学院萧薰儿、韩贤，纯度7级。10级，一开始就这么拼啊？啊！第一次见人练出10级，还是萧炎哥哥厉害。对面那位老兄，他只要多加温一会儿，估计也是10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1轮比赛已经正式结束，迦南学院萧炎同学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好，浑族选手范灵紧随其后。好，另外还有6名选手已经成功提炼出6级以上纯度，成功出线。恭喜他们！来喝。老板，再来一盘烤羊腿。好嘞。哎，差不多得了，你们看着吧，时间还没到呢，哪怕还剩1刻，那范灵一命呜呼了，我也不结账。你就慢慢等着吧，咱们就算在这儿吃到明天早上，那范灵啊，估计还是好好的。只要等到亥时一过，我就把那范灵弄死。喂，我怎么教你们这群朋友啊？吃大户也不能这么吃啊！你们可是要穿炼药师黑袍的人，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今天这个范灵啊，我真是越想越不明白了。哎，一个魂族还拽得跟258万似的。魂殿和魂族是2回事情，好不好？你们历史课上都在睡觉吗？魂族呢，和我们5大家族一样，是一个部族。魂殿呢，是魂灭生纠集部分魂族结成的邪恶组织。所以我们恨的应该是魂殿，而不是魂族。我这辈子如果不学武的话，肯定能当个诗人。怎么说？纳兰杰啊，以前也喜欢写诗，还记得我们远征魂殿的时候。算了，人都死了，不说他了。别啊，说说呗，说说呗。好吧，上一次远征魂殿，我们路过极北之地，那真是冷。纳兰杰看着大雪，诗兴大发，就写了一首诗，我现在念给你听。大雪纷纷下，乌鸦啃树皮，风吹屁股冷，不如在屋里。为什么不如在屋里？因为这首诗的诗名啊，叫做《雪地拉屎歌》。这个不好笑，师爷爷，真的不好笑。魂殿特别冷吗？那当然了，魂殿啊，在极北之地，那可是真冷。那我娘她怕冷吗？哎，我突然又想到一首诗，我念给你听啊。每次提到我娘就转移话题。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她是我娘啊，我为什么不需要知道？别说这些了，聊点别的。